وحتحيي مسابقة أسبوعا يجودن الأسبوع. 他说说呢，我就得病了。今天真的再次来谢谢大家哦，有你们哦，相信你们的文化传承工作啊，绝对不会消失，让我们的整个文化工作能够更日到做，能够传承。哦，我们的下一代不会没有根，哦，我们永远都会在我们自己的部落里面哦生存。Yaku no.